我们这次获得这个奖很荣幸很开心，这是对我们指导老师跟我们同学们的肯定。我们用了卓别林的幽默形式黑白默剧制作了这条片子。我们还用了定格动画，用一张一张的一个图片结合出来一个动画。我们在这次短片中对于国家安全的有一种认识，就是关于那个 CCTV 可以保护我们国家安全，了解更多的一些生活上的细节。我们还运用了日常生活與 CCTV 的發展 AI 的技術。多謝利津教育中心同埋中藝香港舉辦咗國家外短片創作比賽，讓我哋參加。首先就呢次得獎得到冠軍啦，然之後我希望係感謝到我哋嘅勵進教育中心可以舉行到呢次比賽，俾我哋一個機會嚟參賽而獲得獎啦。其次就係要感謝我哋嘅中銀香港嘅贊助，令到我哋拎到咁豐富嘅獎品啦。然之後我就係仲要感謝翻我哋嘅父母啦，喺背後默默咁樣支持我哋。其實原本我哋有另一個劇本嘅，但係我哋最後試拍嘅時候發現好似拍唔出嗰個我哋想要嘅效果出嚟喎。其次咧，我哋喺拍嘅途中咧，因為我哋打算係拍一個比較幽默啲嘅一個宣傳影片啦。然之後我哋就喺網上查咗好多喜劇嗰啲資料啦，其中亦都有包括一啲跪地求饒啊嗰類嘅，咁樣大家可以喺結尾嗰度見到我哋個香蕉晚報個老細咧跪低喺度求住個阿 Sir 冇拉走佢嗰一幕，就係我哋喺網上睇緊啲喜劇片嘅時候咁係點嚟就係咁嚟㗎啦。AI 佢作為一個工具，佢只係搜集所有嘅市面上所有嘅嘢啦，佢本身係冇任何嘅創造力㗎啦。佢只係俾咗一個主要嘅題目我哋，但係我哋需要用一啲好長嘅時間去訓練佢啦，然之後俾到一個完整嘅劇本台詞我哋嘅。呢次短片創作比賽過程中咧，加深咗我對國家安全嘅認識啦。就包括嗰2日嘅培訓啦，同埋喺製作劇本啊、整緊影片嗰陣時過程中獲取到一啲關於國家安全嘅知識嘅。然之後我哋就喺度諗，原來新聞佢都係關國家安全事嘅喎，一啲原來周圍我哋日常好常見嘅嘢啦，其實都係關於國家安全嘅。國家安全並沒有平時我哋所理解嘅高大上，而係同我哋生活息息相關，非常之貼近我哋嘅。呢個亦都令到我哋更加重視國家安全啦，亦都希望可以維護到國家安全嘅。